成日都聽到話大灣區1小時嘅生活圈，咁樣大叔住喺珠海嘅朋友就都算係圈中人啦。圈中人知道大叔中意四圍揾食，於是就向大叔推介珠海一啲著名嘅食肆。今日大叔就嚟實 check 一下呢啲食肆到底係著名啊，抑或係虛有其名呢？所謂嘅港珠澳1小時生活圈係以設施互聯互通為基礎嘅概念，主要係包括咗香港、澳門同埋廣東省嘅9個城市：廣州、深圳、珠海、佛山、惠州、東莞、中山、江門同埋肇慶，利用港珠澳大橋、廣深港高速鐵路網絡，實現咗呢啲區域嘅快速交通連接，造成到1個小時嘅人流或者係商務往來。話1個小時嘅生活圈，當然就唔係由你出門口嗰一刻計啦。住得遠啲嘅嚟到呢個港珠澳大橋口岸，睇怕都要1個鐘頭啦。但係由離開口岸呢度開始計呢，購買金巴車票嘅時候就要留意啦。正價票就係65，超過60歲嘅老友記呢，就係33。離港消費都就係想遇到話平靚正啫，買貴咗飛就有違本意啦。有時呢，就真係唔到你唔佩服，國內啲餐廳食肆改名就真係都幾有創意噃。今次我哋特登過嚟飲茶呢一間呢，個名就叫做13肖，睇佢嘅餐單，相信就係13款佢覺得可以上得台面嘅點心。根據圈中朋友嘅介紹，13肖就係以呢啲港式嘅點心而聞名啦。佢嘅位置呢，就喺金灣華發商都A 館2層，未聽過唔緊要，佢對面就係珠海其中一個地標金灣藝術中心。呢個藝術中心係喺2023年11月先至正式開幕，官方嘅形容佢係一體4館，綜合咗文化藝術同埋體育嘅典型設計。距離大橋嘅珠海口岸約莫係25分鐘左右嘅車程。用公共交通嚟呢度就有啲麻煩，直接 call 車嘅費用都係約莫45蚊左右。據說車費係因為時間唔同而會有所調整，呢點大家需要留意。由坐上金巴嗰一刻計起，1個鐘就真係可以嚟到呢度嘅。點心嘅質素就未知，環境就幾闊落開揚，高樓底大玻璃窗，外望就係金灣藝術中心同埋圖書館，環境可以俾到高分。但係餐廳酒樓最緊要都係啲食物啊嘛。如果係由大叔落單，就一定係全部13肖。但係今次作為一個客人，點餐嘅任務就梗係交翻俾圈中人啦。首先值得一讚嘅就係呢度啲服務員態度真係唔錯，
呢啲亦都係北上消費其中一個好重要嘅原因。首先嚟嘅係鳳德煎魚餅，外皮唔夠脆，又冇乜特別魚味。佢作為13肖之一，就有啲令人失望啦。呢一款係第7肖嘅泰式炸蝦球，今次外邊係鬆脆嘅，但係蝦就好似唔係原隻，亦都真係食唔到鮮蝦味。蝦餃就入唔到13肖，連佢哋自己都冇信心，咁樣就唔多作介紹啦。醬香蒸紫金鳳爪，唔明解紫金兩個字點嚟？鳳爪就超甜，喜歡飯後甜品嘅朋友可以考慮下佢。金沙鮮蝦紅米腸，大家就可以唔使搶啦，嗰層脆脆嘅沙網已經淋咗，所以慢慢享受亦都無妨。鮮竹牛肉球雖然未能夠入到肖字輩，但係大叔覺得今日嘅點心最正就係佢噃。最後出場就係排喺肖字榜首嘅叉燒包，外皮除咗薄之外，同我哋食開港式叉燒包嗰種口味係好唔同，但係口味呢亦都係偏甜，只係價錢都係夠俏，每一個只係6個8。香港嘅麵包店一個菠蘿包都未必買得到，就無謂咁高要求啦。因為圈中人嘅面子，最後就送多個芒果椰汁糕。如果你認為免費嘅嘢一定唔好，咁你就太天真啦，朋友。埋單之前，請大家記得點讚、分享，未曾訂閱嘅請記得訂閱啦。埋單呢就係225，感覺食物嘅質素就係一般，但係除咗食物之外，環境同埋服務都係可以攞高分嘅。加上4個人除翻開，每人都唔使60蚊。咁嘅快餐店價錢，大家嚟到珠海亦都不妨試下。如果各位睇到呢度，覺得呢一集呢個地方唔係好吸引噃，咁就啱啦。下一集我哋會喺珠海叫鴨，係由一位靚靚老闆娘推介，真心推薦，性價比超高，大家就記住唔好錯過啦。我哋下集再見，拜拜。